有一樣嘢，好多人都唔了解我嘅，我淨係想過好啲嘅生活啫嘛。就算啲臭曱甴啊，都想過好啲啦，何況係我？或者老陳唔會咯，佢對現狀好滿意啊。死肥婆，你有幾耐有冇食嘢啊？學人減肥啊，瘦咗嘛？我係關心你啊，唔好捱到個腰骨都斷埋，食啲嘢啦。傻佬，我唔食垃圾㗎，我留翻啲錢啊買肉食啊！咩啊？食肉食咩啊？肉啊！15年啦，佢哋唔賣肉，而家開始賣啦。肉你個死人頭啊！就嚟連老鼠肉都冇得食啦，唔好想創個心啦。嗱，我有朋友啊，嗰啲麥片啊，係做慈善俾嘅，俾啲你啦。嗱，你就攞去啦。唔愛啊，攞啦，都話唔愛咯。攞啦，唔愛啊，攞！屌我話唔愛啊！咩嚟㗎？食咗咁多人哋俾你嘅嘢，個肚仲會咕咕聲響，哇！仲話俾我食啊！我真係唔會食你啲垃圾啊！我要食好嘅，嘥時間挑。好，人哋俾嘅你都嫌，小心啊！你咪食到嚿肉啊，你就死鳩咗啦！呸！屌那星啊，窮到窿都唔知死，你估你係乜嘢啊？唔知死。我知道老陳呢種人，佢自己都窮到窿啦，唔緊要噶，仲要拉埋人同佢一樣，話係為我哋好喎。屌那星，死肥婆係咪喺度咒緊我啊？如果你唔聽佢話，佢就話你唔知死，餓死你！我知死，不過唔會為嗰啲多嘢咯。下午好，现在为你带来众所期待的新闻。新加坡科技企业家宣布了他们在乌敏岛、圣约翰岛、玉朗及姐妹岛上所研发鲜肉生产技术中取得的革命性突破。这是自2025冠状病毒销毁全球农地后15年来第一次重启工业农务生产。冷冻胚胎生出的小牛，在这些外岛上靠专利技术获得重生。这项创新的产品取名“新加坡小牛肉”，并且将会以每200克新币399元的优惠价，在全岛超市推出。要品尝人们15年前习以为常的味道，就必须付出溢价。我们接下来了解印度和中国在外交上最新的发展。目前情况不乐观。Auntie, this is private property. Auntie.
哇，有拍枪啊！太不可思议了！感谢本地的这项突破性科技，让在乌敏岛、圣约翰岛、玉郎和姐妹岛上的农务生产，经过了15年后，终于得以重生。我们来听听新加坡人对此有什么想法。我觉得这个小牛肉呢，象征着人类的新开始，非常希望这个疫情能赶快结束。我在这些牛肉上花了那么多钱，早知道这样，我就应该多买点他们的股票。让我们为这些肉来祈祷，希望他们永远不会消失。奉耶稣基督之名，阿门。哇啦！我要食就要捱，慢慢嚟，一定得。小诶，你今日买了10多只的物件了，啊，你是爱做死你家己啊？我做我生意也有你的代志。一只会赚偌济？一2块尔，一块肉399块。我靠，你做到死啊！我食袂起啊！我心了啦，来食淡薄物件。这是伊讲好的饼，搁有这健康的麦片。你免安尼好心啦，更那是人麦片，你家己食啦。好心无好報，唔知死啊！又係嗰句話，唔食嗰啲嘢就要知死咩？哎，我听说你省钱是为了吃肉，是吗？关你屁事啊！你拿这个去卖，应该可以卖很多钱。谢谢。其实我也是很想吃肉，不过我看你的机会比较高，为什么？因为你很勤劳嘛。好啦，等我中咗馬標，請埋你食啦嚇。不用啦。啊，对了，你最近有没有看到那个阿蛋啊？我仆街啊！冇啊！鬼望佢死咗啊！他是不是发生什么事？點知啊？你没有听说咩？咩啊？最近我们的朋友都失踪了。今日點啫？小心哦，要不然你还没有吃到肉就死掉了。靚仔，唔使擔心，我連死都唔得閒死啊！
你没有听说咩？咩啊？最近我们的朋友都失踪了，咁咪點啫？小心哦，要不然你还没有吃到肉就死掉了。靚仔，唔使擔心，我連死都唔得閒死啊！有一樣嘢，好多人都唔了解我㗎。我淨係想過好啲嘅生活啫嘛。就算啲臭曱甴都想我過好啲啦，何況係我。老陳係啱㗎，我係窮到窿，不過呢嚿嘢係我應得㗎。